为什么每次梦里都没法看清楚龙王的样子？难道这个梦是告诉我，尉迟哥哥不会来找我，要我去找他？尉迟哥哥，尉迟哥哥！ 为什么每次梦里都没法看清楚龙王的样子？难道这个梦是告诉我，尉迟哥哥不会来找我，要我去找他？将军，进来。将军，不好了，东罗打算偷袭我军。什么？探子回报，一路上他们为了不走漏风声，血洗了5个村庄。 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来，就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放过。当时钟声在巡逻边界，也不幸被他们给杀了。带头人是谁？你之前猜的没错，探子回报正是东罗太子韩熙云。吹号角，集结人马，领命。东罗屡次来犯。 毁我家园，伤我同胞，今天就让那些东罗狗后悔踏入我朝土地！兄弟们，为战而生，为战而亡，万众一心，杀尽东寇！为战而生，为战而亡，万众一心，杀尽东寇！把东罗这群龟儿子赶回去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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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将军。 陆大人，怎么了？夜袭危险，你不应该去。没道理，我怕危险，我就不去。这算什么将军？就因为你是将军，才应该明白道理。军不能无主帅，你万一出事，谁统领我军？说得对。那将军，今夜反袭之战，你决定不去了？是你不去了。我，将军。赵叔，这里交给你了。 兄弟们，出发！听从将军号令。看，这。